近呢幾年，香港嘅運動界屢出精英，而且攞過幾個奧運嘅金牌，呢個好值得我哋驕傲，同埋咧係一個興奮嘅事。作為基督徒，我相信我哋更加要為咗上帝嘅緣故，為咗見證嘅緣故，我哋操練好我哋身體。好感恩播道會能夠舉辦播道同行慈善跑呢個馬拉松嘅活動，我覺得係非常值得支持同參與，因為喺呢度我能夠同心合意，並且能夠提升我哋操練身體呢個意識，令到我哋能夠各方面榮耀我哋嘅上帝。邀請你嚟抽空出席呢個4月26號嘅播道同行慈善跑嘅活動。大家好，聖經講操練身體益處還少，但係敬虔咧就好大益處啦。今次我哋播道同行慈善跑，集晒呢段經文嘅前後。第一，播道會係整個家庭嚟噶嘛，有唔同嘅堂會，有唔同嘅機構，又有學校，又有醫院，我哋一家人一齊可以帶住呢一種屬靈嘅氣氛一齊去同行。係咩啊？唔係一個人啊嘛，仲有可以去到我哋嘅家庭，我哋自己屋企人可以一齊去行，仲有慈善跑，我哋集到嘅款項可以幫成基層嘅家庭，非常之有意義。所以一定要約定你，我哋教會已經有幾十人報咗啦，約定你4月26號一齊跑。各位播道會弟兄姊妹，大家好，我哋期望你哋報名參加4月26號舉行嘅播道同行慈善跑。除咗我哋可以心連心，大家連結，更加重要嘅係有籌款嘅意義。我哋期望籌到嘅金錢能夠支持播道會慈惠部嘅事工，期望讓更加多嘅家庭，特別係基層家庭，能夠得到適切嘅幫助。大家報名加油，到時嗰日見你哋。各位弟兄姊妹，希望你一齊參加播道同行慈善跑，4月26號喺烏溪沙出發，我哋一齊為到我哋嘅同行基金籌款，幫助我哋嘅堂會同埋啲孩子一齊成長同行。希望見到你1K、3K、10K 同埋半馬都歡迎你。我而家開始練習緊㗎喇，你呢？各位播道會嘅弟兄姊妹，大家好，喺度向你嚟到推介我哋播道同行慈善跑。今年我哋舉辦呢一個活動有3個嘅目的。首先係一齊凝聚我哋各堂同機構，大步邁向137週年嘅會慶。第二，我哋希望能夠可以藉住呢一次嘅活動，讓弟兄姊妹可以為到慈惠部嚟到有一個嘅步行籌款，叫更多嘅鄰舍能夠可以得着益處。最後，我哋亦都希望藉住呢一個嘅活動，可以結連到一啲可能從來未返過教會嘅親朋好友，讓佢哋能夠可以透過我哋一齊練跑同埋當日嘅活動，可以咁嚟到認識加深對教會嗰一個嘅關係。我哋希望能夠可以見到你。